今天是周休假期，大家最关心的是从今天起到未来一周，到底还会不会下雨？带您一起来看了。今天台湾附近的风场是吹偏东风，白天以及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雨，而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雨，阳光是有机会露脸的。另外呢，今晚起会受到就是沙利加外围云系的影响，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的大雨，而北部还有南部也会有阵雨。沙利加将影响到周二，而周三雨势会渐缓，不过周四开始又受到第22号台风海马外围云系的影响，又会开始下雨。详细的天气预测提供给您。